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参议院通过台北法案，未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也会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美食平台经过劳动部的劳检，也认定业者甲外送员有雇佣关系，必须负担劳工的责任。新北市卫生局的自治条例若准来通过，本地禁烟的所在也会禁止电子烟。美国的参议院伫咧29通过台北法案，用行动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也要帮助台湾稳定邦交，对抗中国的威胁。众议院外委会在30也对台北法案进行表决，参众两院若准来通过，就当送予总统 Trump 来签署。咱的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感谢，外交部也强调讲会继续来关心这个法案的相关事务。The Clicker Report, calendar number 237 S1678, a bill to express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Taiwan's diplomatic allianc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ere objection to proceeding to the measure? Without objection, the Senate will proceed. 美国联邦参议院29一致通过台北法案，以行动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嘛会帮助维护台湾的邦交，对抗中国威胁。参议版的法案内容主要有，若是对台湾有重大伤害的国家，美国应该减少经济外交等交流，台美应该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以及鼓励各界官员依照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等等。外交部对于美国国会展现一贯对于台湾的跨党派的支持，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我们并将密切的关注台北法案未来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后续发展。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心法案后续发展。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嘛按算伫美国时间30，将对台北法案进行表决。众议院会通过了后，会透过参众两院协商最后共同版本，虽然通过了后，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经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则是认为，台北法案对台湾参与国际有帮助，即马面对中国达出邦交国，美国会尽力协助。As you all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i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at there's another actor involved. But I think working together, we'll do the best we can to maintain Taiwan'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普瑞泽嘛接受外交部政务的特种外交奖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的贡献。总统蔡英文是感谢参议院通过台北法案，嘛强调过去这段时间和美国的互动拢是有建设性的，嘛有实际上展开对话甲合作，做伙维护区域的稳定甲和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第29通过台北法案，总统蔡英文在下晡也对美国表示感谢。看到台美关系伫咧变好，中国国台办也切条，批评蔡政府靠势美国。蔡英文也回应讲，这是因港界想过下，台湾本地就要行向世界。另外，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泰也宣布讲，明年选举国会立委的席次若无过半，就要甲党主席这个位来撕掉。总统蔡英文10月30下晡参加活动会后接受访问时阵，针对美国联邦参议院29一致通过台北法案表达感谢。蔡英文嘛，搁一再强调讲，台湾会继续走向国际。参议院这一次通过的这个法案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有自信的走向国际最近中国国台办对民进党是一直批评，而且佫讲中共代理人的手法就是白色恐怖，佫一届来开始。对这个代志，蔡总统指出，中国偷偷拖入台湾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国内必须要有一套法律的机制来处理，相信立法院会整合出一套上适合的版本。但是国台办批评蔡政府努力靠势国外，总统是回应讲，头壳唔好安尼定空空。台湾本来就是要走向世界，跟世界上所有人做朋友嘛，那所以中国的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想法，不太好。选举日子就特别到啊！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30宣布，若是蔡总统当选，不过民进党的国会无超过一半，伊就要甲党主席的职务撕掉。这是我的决心跟意志啦。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过半的民主国会，我无法向国人交代，我也对不起我们那些当选的委员们。那将来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之间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自己
设下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的责任。针对家己的民调，也是比对手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较悬。总统蔡英文是认为讲，民调版本有无共的问卷设计，也佫有无共的目的，就敢若会当参考。伊嘛是呼吁支持者伫上下尾阶段唔通伤过放轻松，而且要争取上大数的人的支持，才会当来胜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造势活动也登到婚林，也伫咧试动甲豆皮业者以及着农民来座谈。有媒体问到讲，青年的支持度去12.5%，韩国瑜也表示讲有信心得到少年人的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有30日行程，佮等于到婚林，这个是去启动向韩乡亲座谈。按国民众提出四个问题，韩国瑜跟他针对豆皮外销回应。对外进行外销让我们产业能顺顺利，让员工好好工作，这样子影响别的国家的饮食习惯，让我们的产品可以顺利的卖出去。对青年支持度提高的部分，韩国瑜表示，伊是总统参选人当中上关心青年的。民调数字顶冰冰，政治人物爱关心的应该是民心。我相信年轻人越了解韩国瑜，一定会越支持，这个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对年轻人朋友讲，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投票给我，但请你了解我的政策。民心热乎乎，民调冷冰冰。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民心。对总统蔡英文表示要调查中国方面想要用地下搅拌影响台湾的大选，韩国瑜是加减调，甲总统蔡英文呼吁讲赶紧彻底调查。希望检调立刻介入调查，而且调查的越彻底、越严格越好，不要用谣言，这都是不健康的，也不符合台湾价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礼拜亲行中部的婚林甲彰化，除了公开行程满满，含当居民甲中小企业对话，公开中所的造势活动，鼓动绩候选人的声势，嘛要用这个方式固守地方基本盘，决战中台湾的气势是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昨伫咧备询的时阵，也讲总统蔡英文8年要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是无可能，而且伊唔相信，祝福内政部用新闻稿强烈的反击，写到台北市唔是郭文哲的社会主体政策，拢有伫教部伫咧推动。郭文哲在今仔日也讲，社会主体是爱用起的，唔通用嘴讲。8年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是总统蔡英文的竞选政见。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28号伫备询的时阵，说讲无法度相信，无可能，强调社会主体比想的更加困难。台北市连2万户拢无，嘛引起内政部强烈反击，强调社会主体政策推动进度拢伫设定的流程。批评郭文哲拄着困难，就闪救去啊！伊的讲法根本就是叫鬼掠去找无路。我们用数字。然后用我们的进度，用这个来看是绝对可以达到的。做事情是困难的，批评是比较简单的，一定会认真来把它做好。希望中央、地方各方面大家也都配合，那多一点努力，少一点口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明年达到5万户的目标。但是内政部的新闻稿讲到，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台北市，不是郭文哲的台北市。叫郭文哲呛讲，无台北市是蔡英文的吗？不然台北市是蔡英文的。所以你觉得？没有啦，我是认了，社会住宅是要盖的，不是用嘴炮的。小英的820万里面有5万户是我要负责的，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跳票你一定跳票的。下体期间，郭文哲对上蔡政府，另外对民进党主席窦英泰上节目专访的时阵，甲口说袂晓做的代志就海选，伊嘛笑讲民进党是分袂平才海选。记者综合报道。美食外送平台敢有假冒噱头、真请工的关系呢？劳动部的劳检出来咯，认定Foodpanda甲 Uber Eats 等5间业者确实有外送员这个偷假请薪劳的雇佣关系，必须爱甲外送员保劳保，也爱拨退休金。另外一间来自英国的外送平台好好送，劳动部认定讲，这间业者较自由，外送员也会当接别人的订单，也袂甲外送员来处罚，认定因毋是雇佣关系。美食平台外送员出现刷车祸死亡，嘛伫苏劳动部伫事发了后，紧急展开专案劳检，各平台拢抽查5位外送员，30劳检结果认定，讲和外送员只有承担关系的Foodpanda、Lalamove小胖脚、Cutaway、Cutaway赶紧外送好好送，Uber Eats 6间业者除了好好送，其他5间都有雇佣关系，必须爱替外送员投劳保、提拨退休金。
那外送员在提供劳务期间，公司都是透过这个 App 全程在监控的哦，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整个平台运作的一部分。那外送员在提供劳务的期间，也没有权以自己的营业来决定这个报酬价格。劳动部这案数基地，参像 Uber Eats 形式上和汇运行签约，但是平台本身对外送员有实际上的指挥监督，而且这一张单会当得到偌济收入，外送员并无议价空间。颠倒是好送，游戏规则真自由，这个平台的外送员阁会当接其他平台的单，而且无处罚机制，所以无认定该业者跟外送员有雇佣关系。外送员可以接其他平台业的单子，然后是非常自由度，然后当然每个平台业者他给的单价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未来敢会负起雇主应该有的责任，副平台表示，对劳检的结果，地部要开会讨论。我们讨论完之后，会有相应的回复会来通知大家。劳动部以个案调查来盘点假承揽真雇佣的争议，对业者敢有约束到，会花偌济钱？这案数强调，会由台北市、台中市地方劳动局进行后续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民众就爱注意咯。入秋了后的头一阵的沙尘阴压阵来咯，根据着环保署的监测，伫咧富贵角的监测站，透早5点出现上高的高度，已经是红灯的级数。另外，在北台湾也有22个监测站，经过这个情形了后，发现讲过昼了后，沙尘阴压阵也开始往南去啊。台北市的天顶早起看起来就真明显瀑布，能见度歹。30早起受到入秋头一波沙尘暴影响，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接近中昼时阵，有22个观测站出现红海，对所有族群无健康。而本岛上北边的富贵角观测站，透早5点出现上悬浓度 ，PM10 每立方公尺256微克 ，PM2.5 95微克。沙尘暴危害程度主要反映在 PM10， 不过这摆较细粒的 PM2.5污染程度宽度更较大。整个来看的话，除了沙尘暴的沙尘之外呢，还有当地中国大陆当地的一些污染排放，在这一波东北风南下的过程，一起带到台湾，影响我们的空气品质。沙尘暴过到了后，慢慢南移。30暗头啊，中南部观测站有超过10个出现红海。环保署提醒，盘水扩散条件无好，中南部污染物浓度可能偏悬。这波东北风会予宜兰花莲落雨较明显，各地早暗较凉，会继续影响到拜5左右。大概周6就会减弱，而且水汽会减少，所以说迎风面地区的天气会比较明显的转好。不过下一波的东北风很快在周日开始又会增强。2号的风台麦德姆已经形成，气象局预估深夜会在中南半岛来登陆，袂影响台湾。只有这摆入秋头一波的沙尘暴，甲10年前北台湾 PM10浓度超过1300微克来比较，无算严重。英国环保署讲，近年来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冷空气南下减少，也予沙尘暴侵袭台湾的频率减少。这波因讲是近5年来真少看到这摆。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1月，台湾通过反对受核能污染食品的公投，以及对日本福岛边仔5个县的禁令。不过，日本媒体说讲，后明伫咧后个月会放宽对日本农渔产品的禁令。但食药署也表示讲，尊重去年公投的结果，以及对日本食品的经验。去年11月，台湾反核在食品的公投过关，台湾维持对日本福岛4颗维亚5个县市的核食禁令。日本把公布排除向 WTO 来提告。目前全世界敢若出台湾甲中国全面严格禁止福岛灾区4颗维亚县市所有食品进口。若是其他国家是针对无同的品项来限制，不离个根据日本共同社指出，后面的21月中渐渐放量日本真侪县市农渔产品的禁令，而且无需要附辐射的检验证明就会当进口。欧洲进口日本的食品是非常有限的，你到欧洲的超市去看，几乎看不到任何日本食品。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它对于这个风险的评估，以及它的消费的行为，这是你要整个来考量的。你不能说欧洲人可以吃，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吃？
环保团体表示，欧洲进口日本食品的数量比台湾少真济，影响是真有限。目前日本核实的禁令，台湾对福岛、茨城、利木、千叶、群马5个县市的食品是全面禁止，其他的县市针对高大类的食品做輻射检验，每公斤袂当超过108克。中国限制福岛还有边仔1度高悬的所有食品。啊，毋过伫去年11月份放零新式的大米，另外部分的国家是采取特定品项的限制，南韩限制福岛等8县的水产，不离个日本嘛向 WTO 提出申诉。后面原本对严守千叶等农渔产品的限制，必须要提出輻射检验证书，在1月中放令。目前我们还是维持在100年进行对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那对福岛周边的4个县市的食品，现在是禁止包验输入的。去年反核灾食品的公投有700万人投同意票，卫福部表示尊重公投的民意，2年以来维持日本核灾区的食品禁令。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1月初6，伫高雄文化中心会有一场亲近中华、欢聚台湾的表演。不过主办单位是中国教联，也就是归中国统战部所管的组织，而且表演团体也有中国官方的色彩，奉即期是对台湾做文化统战。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欢迎文化来交流，若准有政治目的，尤其是统战想超过，政府一定会出手。中国教练在1月初6要来台湾进行巡演，高雄表演场地地伫外口，完全看袂到任何宣传的海报，不离个台湾基进摕到外东的文宣指出。主办单位中国教联是中共统战部所管的组织，这场名号做亲近中华、欢聚台湾的文艺晚会，签外张的票全部拢唔免钱，用意是无单纯。文化交流是一个名目，那实际上呢，其实就是这一场在地方上的，不管是人际之间的网络，还有金钱之间的网络，选举期间来到台湾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相当忧心的部分。来台湾演出的团体包括中国拓控文工团、江苏省10集团等5个单位，其中最爱拓控文工团是中国国家级的表演团体，官方的色彩是正当。除了第一站是高雄，所以来要去南投、苗栗，还有新竹来巡演，未输锁定南亚这种的管区。文化交流都是好的，都是欢迎的，但希望不要有政治目的，尤其所谓的统战是最违反台湾主流民意的。如果有过问的，政府一定会制止。对这个代志，台湾主办单位中华教练总会、还有救国团配会、文工团，不是第一届来台湾。委托在高雄办理场地租借跟那些发票的事宜。所以说纯粹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事务的一个协助啦。活动内容都符合我们的场地使用规范，因为活动内容是舞蹈、杂耍跟戏曲等等，而且我们在检视这些活动的时候，也不会以单一国别来作为我们准驳与否的依据。高雄市文化局嘛讲，敢若提供场地来出租，而且这个活动2014年捌伫台东文艺中心来演出，2015年伫台北国父纪念馆，2017年已经伫花莲、桃园、苗栗、甲南投演出，2间的艺文交流已经是真侪档啊，呼吁外界唔通受济。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第一恶风是食薰加分风，美国一再发生食电子薰死亡的案例，也因为中央修法拢也未审到，新北市的卫生局大声决定讲要定自治管理条例草案，未准来市议会会当审议通过法定的禁薰场所，加新北市公告的13700多位的禁薰场所，也拢未当食电子薰。多个日社工禁止食薰的告示，就搭伫新北市每一间便利商店，还有学校的大门边。新北市自从今年9月初1开始，民众若是伫连锁超商，还是讲咖啡店的人字卡来食薰，就会去用处罚。即马进一步搁来定新北市电子薰甲加热式薰具自治管理条例草案。未来若是议会审议通过，若是伫咧法定禁止食薰，还有新北市公告13766个禁止食薰的所在，就会处罚，而且嘛禁止使用电子薰，还有加热式的薰具。是比较难举证，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说他有制服啊，有穿制服，那或者是他有开车的话那有一些车牌啊，我们会有一些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查到他个人。卫生局表示，最近美国传出千外件像因为食电子薰致死肺部疾病的案例，而且有人因为安尼来死去。不过国内原本的薰害防治法还未立法来规范电子薰，而且因为电子薰豆豆伫学校内底流行起来，新北市嘛规范，未满18岁的人袂当食薰，也是讲用电子薰，还有加热式的薰具，违反的人应该接受戒薰的教育，若无会当上悬处罚1万块的罚金，而且是论届来处罚。
你这要怎么检举啊？你台湾的人的状况来讲的话，怎么讲？有些人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那只是说，你说怎么检举，只能说如果认识的，只能好言跟他讲。我觉得很困难，应该是一般是不会。对。自己担心的地方是，会不会被揍啊？若是婚害防治法修正进度，国建署表示，目前还未排入去这届会期优先的法案。不过，各县市会当先透过驻地条例来规范处罚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民期待10多年，总算会当啉到翡翠水库水路，在蒲洲加压站今仔日正式开始运作，以后逐天拢会当提供予新北市的水，上济会当到101万公吨。新北市除了北海岸、东北角部分地区，除了这个所在，其他的所在拢会当啉到翡翠水库的水。上北斗地面翡翠水库的水完成最后一段路，阪神地区供水计划立即工程的蒲洲加压站正式通水，未来新北市民就免阁受到限水痛苦。水较落尔啦，袂讲有石头山，大家嘛是爱有装顾虑的。以前这边是石门水库这边来的嘛，会有影响啊。这边来翡翠都当然是比较好，因为它们污染比较低啦。过去包括邦桥、新增甲通园部分地区民生用水，拢是应用石门水库原水的阪神集水厂的自来水。不过因为人口数量增加，加上石门水库有真侪土沙塌掉的，过落摆因为风台造成原水路途欠悬，和供水拢无稳定。中央就开始规划引入翡翠水库清水的阪神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立即工程是将新店区的水源经过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清理了后的清水，用连通管道供应予土城、树林、三峡甲营区。咱新店区这的所谓的咱翡翠水库的水，来予咱的这个阪神这个所在81万度。阪神净水厂有亚多，这个供出水会当上来支援咱桃园。蒲洲加压站启用通水了后，未来台北自来水事业处逐工供应新北市的清水量，就当提升到上悬101万吨，水费则是依次无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去年波音737 MAX 机型的飞行机发生2件飞安事故。落尾证明讲，飞行控制系统确实有欠点，随来停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伫咧2到32天，分别举行2场的听证会。波音执行长穆兰伯也公开承认，伫咧飞行机的设计顶头有钉耙，也随来毁失的。不过现场10多位受害者的家属拢真歹接受。国会议员也质疑波音讲是为着暗砍这个欠点，完全是为着商业的利益。We are sorry. Deeply and truly sorry. 波音执行长米伦伯格伫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顶面，甲受害者甲家属会师的，承认波音伫咧设计开发737 MAX 机型的时阵有犯错，当咧尽全力修正改进。去年10月29，印尼西航的波音737 MAX 型的客机坠落，隔当年3月30，伊索比亚航空的共型客机嘛发生空难，总共造成346个人死亡。落尾国际之间拢停飞737 MAX， 调查发现空难主要原因有可能是飞行机顶悬的操控特性精益系统 MCAS 监测器失误，会将机头强制刺落去。大部分的技师根本都唔知影，伫手册顶边嘛无相关的说明。听证会上，参议员严肃对拍波音暗砍问题。So when Boeing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 it's the pilots, inexperienced pilots, you were lying to us as well. It took another tragedy to actually ground the airplanes. Why didn't we react? Why didn't we ground that aircraft a lot sooner so that another tragedy wouldn't happen? If we knew everything back then that we know now, we w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t decision. 参议院听证会迄天嘛，当时印尼西航被剧周年，受害者家属伫听证会提7人的相片见证，对波音的讲法嘛是真无满意。She's only 24. She's done so much compared to all of us. No, I was not satisfied. Like I said, he kept on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外界预料，美国国会会修改联邦航空总署 FAA 对新飞行机的认证方式，因为长期委托波音和其他业者进行关键零件安全测试，机关检裁判真有问题。部分受害家属希望 FAA 禁止波音搁再参与安全把关，嘛有人要求米伦伯格爱辞职，为惨剧付出代价。隔天讲30，米伦伯格搁会出席众议院运输委员会的听证会。记者综合报道。
后明3摆延长脱欧期限，英国下议院29迄天以438票赞成、20票反对，同意首相强森所提出的提前解散国会，伫咧12月12举行大选的法案。英国也变做伫咧4年来有3场大选。另外，保守党伫咧民调虽然较赢面，不过面对选情，目前无人敢甲话来讲死。任期届满，即要在下个月1号交接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9推文予英国，宣布同意脱离欧盟期限，搁再延3个月，到明年1月31号为止。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摆批准延期，呼吁英国爱好好把握时间。彻底脱离欧盟的危机解除，几点钟了后，首相强生改用法案形式临时动议的方式，第2摆在下议院推动提前大选的表决，得到工党党魁科尔宾的支持，将过关。It is time for real change. And I've said consistently, when no deal is off the table, we will back an election. 万圣节脱离欧盟无成功，却是迎来耶诞节大选。强森调个算盘是保守党民调领先，改选了后摕回国会主导权，顺利推动伊的脱离欧盟计划。其中时报民调显示，保守党以35%的支持度领先工党的25%。科尔宾是相信民心想要改变，讲工党会进行下一场气势增强的选战。也不过，29的表决有100多位工党议员无表示态度，也是缺失，在一位投下反对票，126个人是甲科尔宾相关投下赞成票。只有其他2个小党赞成留伫欧盟的自由民主党，希望透过大选，让选民一个重新思考脱离欧盟是不是应该进行的机会。苏格兰民族党 SNP 是甲大选看作是举行独立公投的过渡的方式。Yeah, I think we need to clear the house, get it done and dusted, and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a little bit fed up of just overall impasse. Too much uncertainty, there's too much division. We just need to kind of have a fresh start. 这将是英国对1932年以来头一摆在寒天举行大选投票，两大党伫迄一天投票也进行激烈对决。工党希望在12月9号，也就是大学的休寒进程来举行，比较对工党动员少年支持者有帮助。不过表决以315票对295票无度过关。另外一方面，首相府发言人李高讲，进前因为阻挡无协议脱离欧盟，而被开除党籍的21位保守党议员，包括丘吉尔的外孙苏姆斯议员在内10个人会恢复因的党籍。也不过其中4个人已经讲不爱竞选连任。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科技公司 NSO 集团佮控告啊，这回是美国的网络通讯软体业者 WhatsApp 指控 NSO 提供间谍软体，予20个国家政府会当突破通讯软体密码保护，对1400名的关键人物进行监听。不过 NSO 却否认所有指控。在全球拥有15亿使用者的 WhatsApp。这摆提告对象是以色列一间叫做 NSO 集团的科技公司。诉状内底讲 ，NSO 提供间谍软体予墨西哥、巴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20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国家的有关单位应突破 WhatsApp 的保密措施，监听特定连线的通讯，包括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有女权运动的领导人物。而这不是 NSO 集团头一摆控告。沙烏地有名的异议人士哈绍吉，去年10月伫沙烏地驻土耳其伊斯坦堡领事馆被杀害事件，就被指称甲 NSO 有关系。哈绍吉的朋友甲其他6名异议人士分别在以色列甲塞浦路斯出面来告 NSO 集团，而国际地下组织也甲 NSO 告上法院，并且要求以色列国防部撤销 NSO 集团的出口许可。路透社引用法界人士的话讲 ，WhatsApp 虽然不是头一个拍官司的原告，却是头一摆有主要的网络通讯业者用法律行动甲 NSO 集团划清界线，而官司的结果会成做全球的重要案例，所以讲各方面都真关心注意。也不过路透社的报道也讲 ，WhatsApp 只是冰山一角，各国政府的执法甲情报机关利用科技业者提供软体突破私人通讯保密，是每家拢在发生的代志。对着事件发展，身在风暴中心的 NSO 集团，除了趁经营权在今年8月移转，赶紧来清洗这个歹印象，也继续强调一切作为目的伫协助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甲重大犯罪，是拯救几百万条人命的功臣。记者综合报道。
罗西亚政府日前宣布讲，要伫国内建立拉英繁殖中心，按算逐年拢会当增加1000只专门用来拍蜡的麻药。不过专家却警告讲，计划内边的麻药有一寡是来路不明，可能会出问题。俄罗斯总统普廷进前去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时，送2只真罕见的白色蜡药给沙国国王。迄当阵普廷就表示，俄罗斯政府当地勘察加半岛建立起有蜡药繁殖中心，但是这个会当讲是全球上大的蜡药繁殖中心，各项资料不透明，环境部门嘛拒绝提供资料。互真侪俄罗斯禽鸟类的专家烦恼讲，用来生团的蜡药来历不明。У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то, что питомники они в ряде случаев могут 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для отмывки браконьерских птиц. 根据 CITES 濒临坐证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规定，交易者类也是下境运输要有公约许可，非法伫上当会当判刑4档。但是过去多年来，因为白色蜡药品种珍贵，偷猎走私、下境销售案件不断，每年都有900只蜡药，互人对勘察加半岛走私出去。2018年11月，俄罗斯海关就捌抓到偷猎的人，当准备要走私29只出境。 Никто не повезет, ее завертывают в пеленки, на голове клобучок, иногда там делают инъекции всякими препаратами,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кричали, чтобы вели себя тихо, закладывают в какие-то контейнеры в сумки и в виде багажа пытаются на самолете перевозить. 因为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冇蜡药生团设施，2017年捌借到阿联酋航空运送200只蜡药进行生团，但是蜡药无经过许可运送，违反 CITES 的规定。俄罗斯嘛是走私蜡药案例真侪国家，互专家烦恼讲，一旦对外国引进其他蜡药来生团，会互纯正的蜡药基因去透染到，颠倒违背中心保护的初衷。记者综合报道。 日头火学运引起32市行政院暴力驱离，经立委周家安等20多人对台北市政府以及着台北市警察局要求爱国赔，连带赔偿1037万。台北地方法院在30判决台北市警察局必须爱赔偿10组人超过100万，专案阁会当上诉。 律师团认为，讲这个判决的结果突发着政府若准伫咧抗议事件造成民众受害，国家就是加害人。太阳花学运期间，民众不满政府无回应诉求，到行政院抗议。警方在3月20日展开强制驱离，警民不管闹回冲突。前台联立委周年安等20多人不满警方执法超过，也个台北市政府无负监督责任，提起国家赔偿，要求连带赔偿1037万。台北地院合议庭30一审宣判，驳回部分民众诉求，判决台北市警局必须赔偿10组民众大约111万，专案应上诉。 这个判决已经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天确实是有国家暴力的存在，这个国家暴力是不法的。第二个，人民上街头游行集会，表达对于政府的意见，不应该有任何的顾虑，不应该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任何的担忧。 合议庭认定警察集群超过造成民众受伤，所以判赔偿。律师团对部分胜诉表示安慰，讲这款的结果算幸互部分民众公道。市警局当时处理抗议事件确实有过失，造成民众受害，国家就是加害人。而当事人之一的陈文阳虽然得到赔偿10万块，也不过看不出有欢喜的感觉。伊讲赔偿偌济无重要，主要是看政府机关在暴力事件过了后，是毋是法度检讨承认唔对。总统及行政院长不出面主持公道，反而指示远警驱离民众，进而产生后续的323、324流血冲突，这实在是不应该。今天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希望大家当个借鉴。台北市警察局是结果进前也无回应，针对部分民众官司拍赢，律师团讲会甲败诉的当事人建议是毋是上诉。另外，针对32事警方强制驱离这件代志，有侪位民众提起自诉，控告前总统马英九、前行政院长江宜桦这个人杀人未遂。台北地院11月29日开庭继续审理。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嫌犯陈东家讲要来到台湾投案。
不过，台湾当日大选时机是真敏感，这件代志也变作台湾、香港、中国互相批评的政治操作。在今日透早，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到立法院来质询，伊讲有甲香港政府保持沟通，也若陈同佳敢要来投案，关键是在香港政府的责任感，阁有陈同佳本人真正意愿。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也回应讲，已经和台湾政府开始安排去台湾受审的代志啊。在香港查某囡仔台视的凶手陈同佳当时来台湾投案，一直还未确定，引起外界质疑。政治超过司法，算来算去拢是政治利益。不离个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去立法院质询，伊讲政府甲刑事局早就已经准备好啊，今麦所有的重点就干那看香港政府的态度。从那一天他出狱了以后，你们有在开会吗？这件事情，那么就看这个港府的一个责任感，以及陈同佳本身他真实的意愿。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设置跟香港的单一窗口？如果陈同佳要投案的话，可以透过这个单一窗口。对的，对。那这个单一窗口是不是一种司法互助的形式？在广义来讲，广义上人患的交接应该是。好，那我现在请教，那陈同佳什么时候来？现在在密切沟通当中。还在密切沟通嘛？陈同佳当时来台湾投案，还阁唔知影。不离个陈明通强调讲，港台双方早就已经建立投案部分，若是伊愿意投案，就当来进行作业。若是早起香港立法会进行大会会议，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用书面回复机会质询，佮一解强调讲，陈同佳已经服刑了啊，即卖已经是自由身，无权利继续来甲伊扣押。台湾有绝对的司法管辖权，无需要司法协助。若是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的安排，台港两地相关的部会已经开始联络，毋过来台湾投案的日子也是无确定。中国各台办批评民进党根本就是政治操作。香港特区政府已就此多次发表声明，并正在处理有关事件民进党当局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拄港台司法问题到中港台互相批评政治操作，因为陈同佳出狱较近，还未有具体来台湾的计划。伫咧投案的意思无明显的状况之下，动机互外界质疑。有法律学者表示，无论讲接受还是无接受陈同佳来台湾投案，拢牵涉到主权刑事。毋过重点是必须要找到符合国际法，而且阁未降低台湾主权的方法，才会当来接受陈同佳的投案。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且无被放弃用武力对付台湾。在今仔日，有学者认为讲一国两制伫咧台湾无市场，而且九二共识的意义也无大，因为中国敢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另外，中国对台湾有设立统一的时间表，应该就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国建政的100年。两岸关系袂顶袂动，中国军舰和战机搁大概伫咧台海四周边射来射去，文攻武吓不断。捌做过参谋总长、国防部副部长何秀杰表示，中共的威胁愈来愈严重。中共对我们的威胁有形的、无形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军事演习啦，那无形的网络作战、资讯作战。与日俱增。何秀杰强调，政治的代志伊无要加讲，但是建议未来拿到2位总统参选人，不管是两岸政策或者是国防安全方面，上大心拢应该是对台湾有利的决策。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关不放弃武力还台。一国两制是没有办法得到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那我认为蓝绿都不应该跳进去那个被对岸所设定好这个9·2共识框架。最近香港的情形，为什么它不能够让它这个直接明显这个特首？就是如果让香港能够直接明显特首的话，就是香港越来越走向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体制嘛。有学者建议，现阶段对台湾上界有利的两岸国防政策，就是友美和中，在民意内面唱尖的方式。2位总统候选人都应该采取自由民主、友美和中、绵里长征的一个战略架构，那对中华民国是最有利的。学者表示，习近平提出15条，执行稳中套建统一台湾的进程，认为台湾问题已经变成美中竞争之下的新挑战，早拍比晚拍更加有利的级别感，甚至讲已经设统一时间表，就伫咧2049年中共建政头一个100年。面对中共终极统一的压力，台湾唔那袂当无国防，更加爱凸显印太地区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和中国唔敢学袂来。记者综合报道。
UH-60N 乌鹰直升机30日台中新社龙翔营区正式来成军咯。这30台乌鹰直升机未来也会担任战斗运输机的任务。要飞行员对旧的直升机真正是真唔甘，也对乌鹰直升机的战斗能力充满信心。UH-1是直升机领头，形成三角基本队形，飞过苏林台。伫后壁阁有陆军各种直升机以及 UH-60M 乌鹰直升机，宣告陆航全作战能力成军。伫台湾陆航服役将近50年的 UH-1是运输机，伫国军动员救灾甲物资运补拢发挥了重要功能。上午队甲乌鹰直升机成军典礼，由 UH-1是进场，乌鹰直升机伫后壁，两位飞行员落机来交接，象征新旧传承。UH-1就完成过水门的仪式了后，宣告正式退役。这对甲 UH-1就同一天生日，有1/3拢甲伊做伙轮飞行员来讲，更加唔甘。上机前，完成飞行检查，我会拍拍他的机鼻，或者拍拍他的机身，跟他讲：兄弟，今天好，我们今天又要开始出任务了。或者在下来的时候，也会拍拍他说辛苦了。换到 U60，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战力的机型一个转换，都能够亲自参与。中心的飞行员只是表示，有有志培养了港地一名文化，新机虽然需要适应，但是作战甲运补能力更加好。同样数量很大的多资讯的多功能的数位仪表，那它在识别上一时间上可能会太多资讯要接收，可是就需要不断的练习去让自己精熟飞机的技能。118台的 UH-1是退役，陆军航铁的作战甲运补由30台的 UH-60M 乌鹰直升机来取代，应进行空中突击、运补以及战场的救援。UH-1就完全作战能力成军，嘛宣告着陆军的战力搁再升级。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金融市场风险拢变大，不过新制度的劳工退休基金到今年8月竟然有赚1876亿，收益率是8.2%。劳工若准有机会分到红利，会当分偌济呢？劳动部也表示讲，要看9月到年底的投资表现，明年3月才会当正式来确定。甲超过1000万万劳工有关系新制劳退基金，今年前8个月袂歹表现，到8月底赚1876亿，收益比例是8.2%，创下2年来同期新高。这是不是表示劳工每年有机会分得到？那还有2个月了，那这个依照规定就是我们每年的3月会按照全年度的收益的情形，那么分配到他们的专户里面。若是讲用前8个月赚的，平均分配和劳退薪水1177万元有效的效果，大户会当分到16000块。不过劳退基金是一个年度结算，计当年3月立效，该看9月份到年底投资表现。毛民众感觉，即马就伫看绩效够伤差咯。当下是觉得不错啦，可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可以领到这么多，或者是在选举之前，我也不晓得，觉得有点尴尬吧。劳动基金运用局指出，其实今年8月份比重每线单盘意见无同，又会影响金融的敏感神经。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拢落真细，不过劳动基金有采取股票最强定分散风险策略。加上台股慢点行情，劳动基金运用局预测3月到年底，基金绩效也是乐观。劳工对明年的分红会当有期待，不过基金是有赚毛了。对真侪年了后，就要退休的劳工也是爱看长线。记者综合报道。铁单大车拼，台湾一定赢！世界12强棒球赛后礼拜要开始比赛咯。亚锦赛 MVP 20岁投手刘志荣，因为伊正手的手骨头无爽快，医生建议爱休困，也决定要来退出，会由台电组头王宗和来补。总教练洪一中也讲，刘志荣是重要的战役，这几日会看热身赛情形，再过来调整。甲队友热身进行简单的投球。乌迪维结束墨西哥当季联名的比赛，就回来台湾，就向中华队报道投入训练。28个人总算是全部到位，不过却是无看20岁投手刘志荣。那医生检测出来就是
疲劳指数过高，然后肌肉紧绷，就将近要发炎的肌腱快发炎的那种状态。很希望能够打这比赛，但听到了也只能就是休息吧，对吧？就是未来的路很长。家己出面来讲是正手无爽快，医生建议爱休困。老弟用入队短短1礼拜，决定退队。总教练洪一中讲，有一点仔袂好找人，不过也袂用可以用身体健康来换取球队的成绩。本来我们给他的定位就是在救援嘛，好，那先发这个东西是没有影响，影响的是救援，这一方面，我们在这几天，然后也会利用2场官办去测试一下啦。时间紧迫，就加入练球吧，好不好？哦，就麻烦你哦。好，走。老弟赢退队，台电的王宗和早起11点外接到爱支援的通知，原本要登去高雄看囡仔，伊下晡点外提早报道，讲雄雄接到电话，头家拢空，感觉意外加紧张。我也还没看过什么爆满的什么球场啊，什么人数什么2万啊这样的。所以这次真的是蛮兴奋的。29岁王宗和甲合库的吴成峰是非职业队的2大优秀的投手，因为中华队原本只有陈冠宇一个倒手投手，加入了后因补足这方面的战力。22强比赛不到1礼拜，中华队拜四会到台中，透过最后2场官方举办的热身赛，调整出上好的阵容。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国力做就会出头天，您讲是毋是？伫咧屏东的嘉东国中，虽然无资源成立体育班，敢若会当成立藤条社，不过煞是定定摕到藤条全国赛的著名队伍。在今年嘉东国中的校友和学生，就得到5金5银5铜，遮尔颖目的好成绩。用脚甲藤球踢出去，这招号做倒挂金钩。学生伫咧踢的藤球，就是人讲的脚顶的排球，这就是培养出侪侪藤球国手的场地。屏东嘉东国中，带学生练球的教练郑立权，本身是学校的学务主任，也是国家代表队的教练。伊讲起学校发展藤球队的过程。当年101年的时候，我们起步的早，就是我们改全面练藤球，那我们也很专心在这一项。当年其实国内的藤球并没有发展得很盛行，所以我们算是第一个就是转型完全踢藤球的一个学校。那从101到今年为止，基本上我们每年的全国比赛都至少会拿下2座或3座的全国冠军。今年全国藤球排名赛，屏东嘉东国中的学生也有校友加起来，总共摕到5金5银，也有5铜。虽然学校的资源有限，无法度成立体育班，只有成立藤球社。不过社员一句怨言就无，大家拢嘛练家大力杆、细力杆。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踢球会踢不好，然后可是学长、学姐、教练都会很有耐心的指导。得奖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因为这是你跟队友打出来的成绩。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有队友和教练的陪伴的支持，我才能一路走到现在。英雄唔惊出身家，嘉东国中即阵已经真做是培养藤球国手的重要所在。藤球队要继续打拼，争取更较侪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外规义德发电厂是台湾目前民间电厂内面上大的地面型太阳能发电厂。不过在发电厂的4块链顶，就是乌面腊胚加大鸟的生态地，业者也设置24公顷的生态保育区。不过电厂的环保人士也认为讲，湿地若是有了建设，就失去湿地本地功能啊。占地55.4公顷的太阳能工地板，就设伫咧肺炎残的湿地中央，伫咧经过能源甲生态争议了后，伫今年9月份顺利来运转。为着要维护东吹市大型的生态环境，业者嘛委请中华民国野鸟协会啊，个昆山科技大学来针对水质、土壤啊个生物进行固定监测。借由这个生态监测的这些数据来证明说，太阳能源的开发跟我们的生态是能够有一个未来影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这个依据。太阳能板其实它最强的就是它要吸光，所以它绝对不会反光啊，所以鸟都是很喜欢栖息在我们的板子上，甚至在我们板子上筑巢。
这个太阳能发电厂预计一年发电量会达到1亿度的电，会当供予28000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量。啊，毋过电网环保人士也是认为，湿地除了是焦虑气候等等的生物的栖地以外，阁有调节气候的效用，建设所带来影响已经产生。敢若希望业者会当做好生态保育。原本在这边栖息的冬候鸟，包括黑面琵鹭，它们的范围也会被限收。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会持续观察，我们一定会关注这一块。为着要回归电网的建设，业者嘛配合嘉义县政府共同进行道路铺面的维修计划。县政府希望业者会当拍拼维护生态的平衡，或者是能源的发展会当真正甲自然生态来结合。记者综合报道。红叫做是日岩的小花曼德兰，最近出现伫咧大陆国家公园内。太管处虽然每个月拢会清理一摆，也毋过也拖了伤紧，真侪食物互砍掉，了着冷气死亡，也严重影响到国家公园内面的生态。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菠萝湾大地，步道内底拢是小花曼泽兰。附近的旅宿业者找员工，用真大气力来清除，嘛不一定会当清了了。这个地方本来是很漂亮的竹子，小花曼泽兰生长好恐怖啊！尤其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出太阳，哇，糟糕！这些上面全部是绿色的，没有竹子，很简单的就是被小花曼泽兰盖。小花曼泽兰家地土较淡，有有机质甲日头有够的所在生长。太鲁阁国家公园有袂少山区拢受到威胁，太管处每2个月清除一摆，摒扫时间上无3天，暗间是拖了伤紧。曼泽兰的扩张方式非常的凶猛，非常快速，所以我们清除掉就要连根拔除之后，然后把它套袋装好之后曝晒。才不会落地之后它又生根。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人工方式，没办法用机器。农药的方式那是最糟糕的。太管处强调，10月份开始是小花曼泽兰开花季节，那这时阵无清除，经济成熟了后会4个月，3到5天就播出新意，呼吁到侪志工加入清除，守护山林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德山的清洁队，因也用喷来做堆肥，制作有机土，也用这挂的土来种花栽。未来也想要将德山变做一个花园社区。用凸土机把有机土吐入去机器内底，机器自动把土填入去3寸的盆仔内，1点钟就会当生产3000盆。南投德山镇公所的清洁队，把家家户户的盆和树枝这农业废弃物，到肥制作变做有机土，再用这土来种花栽，要把德山变做一个花园的社区。这些介质的话，都是从厨余以及农业废弃物一并调和做成的这样的一个花卉的一个栽培，大量去除日常生活以及农业生产出来的这些废弃物，那厨余回收再利用，它是一个广泛性可以多样性的一个栽培的，不只是做一般的一个堆肥，事实上可以美化我们的城镇。这台2盆介入装填机，一天就会使装24000盆，唔但提升效率，而且加新人力。所以1天8小时，我们可以生产24000盆的3寸盆的植栽。好，这是我们这一台主要的功用。那它可以减少我们人力上的支出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体花卉种植的效益。甲喷和农业废弃物变做是看水花蕊，或者废弃物会当搁再利用。这花盆会变作是德山特殊的风景，用上环保的方式打造美丽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德嘉义有一个团队合作台湾电野学校，因带在地学生甲民众去做电野调查，也了解城市的文化，也做伙改造社区甲爬远的所在。究竟有啥物款的新观念？咱也做伙来看。当年台湾电影学校会办济课程营队，带家己在地的学生甲民众了解地方议题，亲像天基路高计划和城市翻新等等。田野学校在嘉义本身是，其实在概念上，我们是把嘉义当成整个区就当成一所学校，然后哪边地方有发生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现场。这少年人徛伫23.5度的北回归线，创造人侪人生中的头一摆。像讲头一摆行伫铁基路边，和阿伯阿姆开讲，头一届甲外地的物件变做美丽艺术品。透过咱对即马现况的一寡了解吼，有一寡社区在地资源，还是讲在地问题，透过这个铁路高架的这个
过程内底，会当起来讨论出来。阮遮的居民因认为讲吼，会改走下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啦，在他们想象当中，因为他们好几年前的讲，这个就已经把这个地方吼，改些所在放弃啊。遮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外地，过去捌伫家己读册生活，因运用家己的专长，互社区有新的活力，互他乡正做新故乡。我觉得那时候画的图真的超恐怖。阮的角度是伫后壁咧角杀个，就是看因会使徛出来。阮的想法是，阮若做一点啊，有互因有一点啊动力的话，阮就是知足啊。台湾电影学校用谦卑的心向土地学习，这群少年人透过劳动体验人生，嘛对家己产生新的认同，继续伫遮书写青春的歌诗。记者吴定武、柯宏耀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1度到27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7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看宠物过万圣节，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